歡迎大家。今天我們將討論洛杉磯縣公共衛生局的 Step by Step 社區行人設施規劃項目。今天的討論內容包括公共衛生局為什麼要開展這項規劃工作？行人設施規劃包含哪些內容？我們將歡迎大家發言，談談在你的社區內步行有哪些好處，並具體談談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想要聽取你的意見，把這些意見寫下來，並付諸行動。我們的項目團隊包括來自洛杉磯縣公共衛生局的工作人員，我們還與洛杉磯縣公共工程局、城市規劃與設計公司 City Fabric 以及社區組織 Strength-Based Community Change SBCC 和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Initiative LANI 緊密合作。在接下來的約1個小時裏，我們將介紹行人設施規劃項目的概況。我們會留一些時間回答問題。接下來，我們將進行一項活動。我們想直接聽你談談妨礙你在社區內安全步行的一些挑戰和問題。這個活動結束後，我們將分享討論結果，並介紹本項目的下一步工作。在介紹行人設施規劃時，我想先談談為什麼要開展這個項目。公共衛生局為什麼要為洛杉磯縣的直轄區制定行人設施規劃？我們與社區公共制定的這些規劃，是為了讓民眾在洛杉磯縣更方便、更安全地步行。有以下幾方面的好處：通過建設適合步行的社區，鼓勵人們養成積極運動的生活方式，來應對慢性病問題。我們知道，每天只需要步行30分鐘，就能大大降低各年齡段人群患糖尿病、心臟病和肥胖症的可能性，讓人們更安全地在社區內步行，以防止受傷。我們知道，洛杉磯縣的許多社區缺乏良好的行人通道網絡，人行道凹凸不平，人行橫道數量不足，給行人造成了不安全的步行環境。我們目前正在為一些高需求街區制定行人設施規劃，因為在這些街區涉及行人的交通碰撞事故發生率很高，因此改善街道狀況，以防止發生更多行人傷亡事故尤為迫切。公共衛生局的 PLACE 計劃於2016年開始着手行人設施規劃，當時 PLACE 獲得了州政府的撥款，用於設計一項全縣範圍內的行人和積極交通規劃策略，名為 Step by Step Los Angeles County 步行洛杉磯縣 Step by Step LA County 包括了適用於所有縣直轄區的政策、方案和程序，以及到目前為止8個縣直轄區的當地社區行人設施規劃。我們正在準備另外5個縣直轄區的規劃，也就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在過去10年中，我們與社區合作，分2輪完成了這8項行人設施規劃。公共工程局是我們計劃和實施這些規劃的合作夥伴。縣總體規劃是我們管理縣直轄區城市增長的指南。該總體規劃只是為120個縣直轄區制定社區行人設施規劃。行人設施規劃進展。
2019年，縣監事會通過了 Step by Step Los Angeles County 首批4個社區的行人設施規劃，提出了具體的行人安全項目，包括建設這些項目的成本估算。地圖上用深藍色標出了首批4個行人設施規劃。Lake LA 是該計劃的一部分，但沒有在地圖中標出。它位於洛杉磯縣的東北部。2024年，監事會通過了第2輪行人設施規劃，在地圖上用淺藍色標出。我們目前正在制定第3輪規劃，在地圖上用綠色標出。今天，我們希望聽取大家對 San Gabriel Valley、South San Jose Hills、Valinda 和 West Ponte Valley、West Carson、Rancho、Del Air、Weisburn 和 El Camino Village、Alondra Park 的步行環境和改善潛力的看法。如果你知道在其他地方存在步行困難，或者有任何其他你認為縣政府可以提供幫助的問題，歡迎今天與我們分享。在介紹規劃詳情及其內容之前，我想花一點時間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時程表，以便確定對接下來進程的預期。專案的第1年通常是聽取意見階段，在此期間，規劃顧問將編寫關於現有狀況的報告，並起草初步的規劃綱要。我們的社區組織 CBO 合作夥伴將在社區內與居民建立關係，開展像今天這樣我們之間的對話，並收集居民希望在計劃中看到什麼的想法和意見。我們正在結束這一階段，進入項目的第2年。在項目的第2年，我們會將從社區了解到的所有情況與現在情況報告進行比較，這樣我們就知道哪些地方發生過交通碰撞事故，哪些街道車速較快，或需要更多的樹木、照明，或更闊的人行道等，並將這些信息納入到規劃草案中。這些草案將包含與公共工程局合作編定的初步項目清單。在第3年，我們通過新一輪的參與式規劃，來檢查我們在規劃草案方面的工作。我們的社區組織合作夥伴將幫助分發規劃草案，來收集你和鄰居們的反饋意見。然後我們將規劃草案完善成為最終規劃，供監事會審議通過，包括 Holly Mitchell 和 Hilda Solis。下一張幻燈片回顧了我們今年所做的所有社區公共參與活動。我們首先參加了現有的社區會議，並與社區利益相關者進行了1對1互動，以了解我們本輪工作所涉及的社區。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在各個項目地區招募居民加入社區諮詢委員會 CAC 的機會，他們可以在整個規劃階段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為行人設施規劃提供意見。我們已經在許多社區舉行了多次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並將繼續招募人員和召集這些會議。我們在一些地方舉辦了步行核查活動，與大家一起親自走街串巷，了解需求。如果你有興趣參加的話，我們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
舉辦更多這些活動。我們將在社區活動上出現，繼續宣傳本規劃並收集民眾的意見。歡迎你建議我們應該去參加哪些社區活動。我們還舉辦焦點小組活動，以便更好地了解特定人群的需求，比如老年人和學生等。這些照片展示了我們今年在社區公眾參與方面已經完成並將繼續展開的一些工作。現在我把話筒交給 City Fabric 團隊，他們將深入介紹行人設施規劃的詳情，其中包含的內容，以及你可以如何幫助塑造這些規劃。好的，謝謝你 Zoe。我來提供一些關於行人設施規劃的更多資訊。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讓步行在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安全、更方便時，我們希望重點關注幾個重要的優先事項。一是改善社區資源的連接度，確保人們能夠方便、安全地到達學校、公園和公交站點。步行應該是到達日常目的地的一種實用而安全的方式。另一個是減少涉及行人的碰撞事故。行人經常面臨不安全的道路狀況。通過解決碰撞事故高發區的問題，我們可以讓街道變得更加安全。我們還需要解決人們在日常步行時面臨的挑戰，比如缺少人行道、不安全的十字路口、照明不足或其他讓步行更困難的障礙。通過解決這些優先事項，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安全、聯繫更緊密、更適合步行的社區。這裏列舉了一些可以作為規劃內容的可能的街道改造，例如路緣坡道可以方便使用輪椅、嬰兒車或騎單車的人安全穿過馬路。還有人行道，無論是修建新的人行道，還是修飾舊的人行道，確保人們步行時有一條安全、連續的道路。另一個例子是步道，步道很棒，這是一個在 Wiesburn 的例子。他們這裏有一條小路，一條安全的路徑，人們可以在那裏來回步行。如圖所示，路緣延伸可以縮短過街距離，減慢轉彎車輛的速度，從而提高十字路口的安全性。行人綠燈優先啟動時間，長方形閃爍燈標都是可以推薦實施的不同措施，可以改善社區的安全和步行適宜度。下一張幻燈片中有更多改進的例子，甚至包括可以增加的設施，比如行人廣場或微公園，讓每個人都有可以步行到達的目的地。還有一些便利設施，包括交通協管員、長椅、行道樹、公交站候車亭、路標、照明。所有這些都會對社區內的行人有所幫助。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或改進措施包括減速帶和道路瘦身，這些都有助於在一些地方放緩交通速度。
這是一個以前完成的項目例子。正如 Zoe 剛才所說，在其他縣直轄區已經完成了一些行人設施規劃。如圖所示，這是一個已經納入規劃的項目清單示例。這個示例來自於 East Rancho Dominguez。從這個例子中，你可以看到大家的意見是如何落實到規劃中去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改善需要一些時間，規劃、資金和施工都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完成的。我們都知道，你今天與我們分享的想法和意見，將成為指導未來改進措施的路線圖的一部分。儘管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你的意見確實會發揮作用。請看下一張幻燈片。你可以看到已經在這些街區實施的一些項目，其中一個就是在 Walnut Park， 另一個是在 Westmont、West Athens。你可以看到改善社區的步行適宜度和安全性的一些考量，就來自於這兩個社區的反饋意見。我們可以看到改進之前和之後的對比，現在有了更多的標識、清晰的人行橫道線和路緣延伸。從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到，好像曾經有汽車在這塊空地上原地打轉、畫圈，這非常不安全。在這裏增加一個交通環島，讓駕駛通行變得更容易。除了人行道和路緣坡道等實體改造措施外，我們還在研究能讓步行更安全、更吸引人的建議方案。其中一個例子是安全上學路，對兒童及其家人進行交通安全教育，鼓勵將步行上學作為一種健康、安全的選擇。另一個方案是安全通道，這是一個由執法部門、幫派干預人員、學校和社區團體共同開展的合作方案。該方案幫助監察幫派活動，為前往學校和公園的學生提供安全通道。我們還提議開展開放街道活動，比如 Cicla Via， 它將街道臨時變成無汽車區，供人們一起步行、騎單車、輪滑和享受運動的快樂。最後是公共微公園，這些緊鄰街道的小空間，為人們創造了溫馨又便利的休息、聚會和享受社區生活的場所。這些方案與基礎設施的改造齊頭並進，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社區。我知道大家坐了很久了，下面我們想利用這個時間，請大家提出反饋意見。我現在要停止錄像了，但請看錄像的各位使用我們項目網站上的社區地圖和調查問卷連結，就如何使在這社區裏步行更安全這個主題，分享你們的反饋意見。